嘉義布袋新聞嘉應廟因為沖水路迎大天順手客王的文化真出名。不過，莊內有一個女性，伊卻無注意到廟方的提醒，家己轉走入去迎接大天順手的水道內底，唔但對這個儀式無尊重，佫卡着百年傳統的禁忌，引發地方討論。嘉義縣布袋新聞嘉應廟，這幾天沖水路迎客王的宗教活動，去互人發現講光橋的橋板內底有女性跌落去，拍破變200檔女性袂當落水的傳統，地方民眾攏感覺無法度接受。我過來這已經40幾年了，自阮公公的口中就說過了，客王是足神聖的哦，啊，阮這女性袂當去就是袂當去，如果會當去，阮光橋板早就會當落啊。因為王爺公受氣。阮這迄個廟的技術人員認為講，阮應該原來做一個動作出來。第二，阮嘛是要強調，互阮莊的鄉親，大家擱再提醒一下，講這個傳統、這個禁忌，大家愛遵守。阮嘛無注意呢，阮嘛唔知影呢。伊風啊呢，阮嘛唔知呢。佇廟內打廣告甲佇網絡發文，廟方除了真重視以外，嘛希望犯着禁忌的人會當家己出面來解說。不過，佇網絡頂面嘛出現男女平權的聲音，認為應該愛用多元的角度甲看法。雖然這是一個現代社會，不過我嘛希望咱台灣社會其他的所在的咱的同胞會使尊重阮身份證、阮的傳統，希望講莫用這恁的角度來看阮。因為男女平等是即馬才有安尼，辦事別個代志你會當男女平等，這種王爺的事袂使哩。廟方這陣若是外地的人落去水道，是廟方無宣導，愛家己來負責任。但是這個落去的人，若是在莊的人，佫捌是廟內的主委，這嘛是在地信眾無法度接受的原因。廟方就表示，信仰的傳統可能甲現代觀念較無同，希望社會會當來尊重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